干了，花15000买杯雪王柠檬水，触发觅食。这个煎饼比我想象中大份，内馅是虾和猪肉，用这个纸卷卷着吃的。这个纸原本很硬的，但是蘸一下这个汁儿，它就会变软。还点了个椰子炒饭，一起38万，还挺贵的，跟昨天的加比西红米粉比的话，炒饭的椰子味很明显，但是这个蛋饼没什么蛋味儿。滨城市场跟咱们的夜市小商品街差不多。下午茶，之前在河内喝的热鸡蛋咖啡，这次尝尝冰的。喝杯咖啡出来，天黑了，又要下雨了。这茫茫滤镜是天空中飘的灰尘，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。花3万到胡志明美术馆来避雨。这个电梯跟之前在埃及旅行时碰到的好像啊，同属法国殖民地。好多跟战争相关的画，画像赋予风前阵，月影灯会水上浮，画上都在抚琴起舞，但是这个红黑色调看起好诡异啊。南阳小庭院下面像是个打羽毛球的场地，啥？掉了？跟河内一样，依旧踢毽子。哦，市政厅正前方这一长条是软会步行街，跟河内一样，周末的时候这些繁华的步行街都是封路不让车进的。咖啡工艺墙，一整面的咖啡店。不是，这是 Faker 吗？吓哭了。哦，有 Faker 的1年墙，本地人不应该粉松粉吗？果然没有人能拒绝 Faker 的魅力，这也是一个穿 Carrier 队服的。吓哭了，吓哭了，吓哭了。步行街一路走到尽头是西贡河，腥味有点重。我瞧，这不是那个 Get Your Crayon。又看到猴哥了，这个地方文化真的很多元。双向6车道大马路封起来，走着真的很爽。好可爱，这个小礼品店1楼有个小停车场。路过了这个日本街，进去转了一圈，它里面比昨天去的范武老街还有大阪的歌舞伎町都要夸张。回青旅洗澡，今天换了个房间重新入住，他又送了一张那个拉格券。我查了一下沐浴露和洗发水，竟然是洗发水更适合用来洗衣服。睡醒出门觅食，看到海底捞了。汤粉吃多了，今天吃的是凉拌粉。这叶子卷肉跟在亚美尼亚吃的葡萄叶卷肉有点像，不过这个是热的。又下雨了，今天是他们的一个什么节日？胡志明博物馆免费。怎么进来第一个馆就是舞狮还有舞龙啊？佛满堂啊！我还不跟大家说，是大家知道这在越南吗？厚德载佛不是载物吗？越南这个婚服还挺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的。整体没有什么看点，下点雨还蛮凉快的。越南人好像真的很喜欢迈巴赫，怎么感觉这台迈巴赫有点短呢？小窗在门上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个博物馆起码有3对新人正在拍婚纱照。又找了一家咖啡店，在一个居民楼楼上，做窗边。据说这家咖啡店是亚洲排名前50的。这咖啡有点酸，我更喜欢喝那种苦了吧唧的，在咖啡店里再放 Fix You。雨停了，但依然还是很闷热。远处那座大厦跟那个斯塔克钢铁侠大楼似的。脏河。太热了，一身汗，回青旅洗澡睡觉 ，nighty night。因为明天就溜了，突然想起来忘了逛这个粉色教堂了，又徒步半个小时过来，一身的汗，毛胃。解锁人生第24国，匈牙利，在罗马机场一觉睡醒，准备出发布达佩斯，机票450块，300是票价，150买了10公斤行李额，不是稳赢的局我不赌。这个机场真的完全睡不了一点，好吵啊！在这边直机和托运都是自助的。竟然不用出关，他们这个联航你要提前24小时到2小时值机，就如果最后2小时内线下值机的话会被罚款。天快亮了，又是硬熬一夜没睡。不是能带吉他不被罚款吗？运气挺好，随机值机直到了靠窗位置。好简陋的扶梯呀，也是坐上欧洲联航了，这腿部空间其实还好。